爱动 Q 哎，小蜜，你也身体不舒服吗？彤彤姐姐，因为我今天当了一天的值日生，每节下课都要擦黑板，都不能出去玩，手好酸好累哦，原来小蜜今天当了一整天的值日生，下课要用粪排出来，把老师用粪笔写的字擦掉。这么大一块粪排，难怪你很累哦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全部都听不懂？刚刚说的粪排出来就是板擦，粪笔就是老师写字的那个粉笔呀，粪排就是你擦的那块大大的黑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今天真的好累哦，都没有时间出去玩哎。没关系啦，小蜜，值日生是每天轮流的啊，明天你就有时间可以出去玩了。对耶，太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出去玩了，耶！粪排黑板，粪排黑板。彤彤姐姐，粪排上面写什么啊？粪排上面写着有礼貌。粪排出来，板擦，粪排出来，板擦。小蜜，你今天有用粪排出来擦黑板吗？有啊，因为我今天是值日生。哇，好棒啊！粪笔。粉笔，粉笔，粉笔。小蜜，你有粉笔吗？彤彤姐姐，你要粉笔做什么？我想要去楼下玩跳格子。哇，我也要去！粪排出来，粉笔。小朋友记住了吗？海可乌拉拉，下次再见。张磊了，拜拜。